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29。以赛亞書44章6節安尼講：耶和華以色列的王，救贖的主，萬軍的耶和華安尼講：我是起頭的，我是落尾的，我以外無上帝。三角來祈禱，是起頭的，也是落尾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對無創造有，用智慧創造天地，用信實統管萬有，用疼痛賜福萬類，用恩典臨到屬你的萬民的全能至權上帝。主啊，你有無比的權能，有豐盛的慈愛，你用慈悲扶持軟弱的靈，也用真理引帶阮行義的路。主啊，阮要高舉你的名，阮尊重你的聖潔，在患難中，你是阮的避難所；在困境中，你是阮的堅固照伴。主啊，阮堅心倚靠你，因為耶和華阮的王，救贖阮的主啊，你是起頭的，你是落尾的，你以外原無上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